战天王子牙差的挑手，李祥父子，这战天王子牙差确实是恁爸囝所杀。是，小的都已经将这经过情形禀告元帅啊。阮爸囝吼，明知这贼王的厉害，但是为着朝廷的拄害，无这险做明是呢。是啦。凭恁两个父子的本领，真是有可能杀死这两个贼手。是啊！好选，究竟是什么人所杀？将实说来。元帅啊，小人唔敢欺骗，确实阮所杀的啦。是啦。也好，本帅一向赏罚分明。若是真是恁爸囝所杀，自然有赏，若有欺诈，也难饶你去做。来啊！将李成爸囝押入去。是。李元帅，还大人以狄王清求见。好，这枪回来。是。用8个礼拜。元帅，请勿动怒。元帅，狄王清虽然是知道，算起来伊早就入关，今仔日面见元帅，这嘛免讲算冤误啊！请元帅重轻发落。好，带念范大人的求情，暂时不接他罪，快查点军里，发放军校。这安怎？杨元帅，我将价30万的军衣全部被大龙山的楚桥劫走。啊！失落军里，大打得胜，最东南摇来啊！将敌将吹出去砸！我将杨元帅，我将来处之前建下一件大功，敢袂用将功抵罪吗？不必多说，失落军里是军师性命如蝼蚁，若不将你处斩，严令以前军法押出去。我将杨元帅，失落军里虽然是越将的错，也毋过在30万军里是失落在元帅你管内的所在，那论你嘛，杨元帅，你会陪我的军里接着？哈！元帅，狄王清讲起有理哦。好，你有啥物功劳可以赎罪？讲。我将斩死战天龙朱牙差，这根本是件大功。何有证据？哦，战天龙朱牙差的挑手，我明得赵定贵先提回三关见杨元帅。或是赵先锋并未回应，却有人大声将战天龙的朱牙差头手摕来本帅面前献功。你看来。哪呢？赵定贵呢？桥袂定啊呢？去，放到我海啦！啊，你母咧较好咧，俺家早有这树仔尾安尼甲我夹住的，要无安尼对遐悬安甲我弹落来，你转叫摔死！
你是啥人？别人哪要甲你害啦？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无时间甲你讲了，快来去报完仇。是怎有影有到帮扶就对。迄两粒价10万金的人头，甲我剃倒。啊对，讲，我讲，阮老的提去啊，啊你老了，即马去三关咯啦，去三管罪啊！啊，当迄两个土一头是阮爸仔囝抬，啊，公路应该就是阮爸仔的啊。是啊。干咩？战天龙朱家菜明明是我抬死，安怎公路会是你表囝的咧？赵凤清啊，哦，你讲人你抬，啊是安怎两粒头甲阮爸仔送来？啊，这公路啥物人？请原罪做主。杨万岁，现在我这明白，怪不得你偏偏唔发兵讨回就军医，原来你就是通串党一因白囝，要来夺着我的功劳。大胆！狄青，你失了军医，本岁上未知你的罪，更加无赖，本岁要夺你的功劳。夺功劳说人袂巧，理所当然，要怎就怎啊！你，狄青，你失了军医，畏罪，搁再来冒功。你唔通以为讲你是皇亲，本岁就唔敢杀你。来啊！来，回这个站。是八只。狄凤姐，赶紧将批信听我万岁啊！批信伫遮啦，我决心唔听信。这有何可呢？哎呀！元帅，加快吧！是家祖庙的亲笔信。禀元帅，朝鲜王回营教令。铁生啊，甲即马才倒转来，放入来。是。什么？赵定贵这样阵才倒转来？那安尼看来，我是误会杨元帅咯。哎呦，恁母嘞！你要甲恁爸害死，那恁爸倒转来啊？看你要用什么来劝讲？哎呦，无笑。元帅，赵定贵，元帅，我去互这两个人心狗样的铁生吼，用水甲我灌酒醉啦，啊，全甲我倒落去断崖啦！哎呦，想要孝受战天龙甲朱家彩两粒头壳，加在咧，加在吼目睭吼足好去的，命足润的，才无叫我摔死啦！我唔知我怎么就转来了。小铁生啊，元帅开始。更加误了时刻。来啊，找出去斩！元帅，先将代志问我清楚，未斩则斩嘛。好，赵定贵，我问你，战天龙朱家彩到底是何人所杀？都地方去抬啊！哦，元帅，你都唔知咧吼，我将我亲目睭看到的哦。我看到地方亲哦，伊安尼足英雄、足勇敢的，对个官兵一领一领咧甲抬死。啊伊吼全剁两粒人头，啊全摕我，讲叫我先走啦。啊我是讲伊绝对去死咧大凉山呢。啊，我想袂到讲你哪会命遐乱啦。哦，这个代志是事实。来啊！来，将你行李台白囝啊这个斩死！是啊，赵定贵，元帅，你竟敢饮酒耽误大事，饶你不得！啊这个斩！元帅，我听你呐，你直当起来啊！你都甲我讲一个字。神风啊，你饮酒误事，害得元帅险险就误斩着功臣呐！嗨，
老夫啊，无法度替你求情哦。看到看啊！杨亲啊，你你若安尼点点啊，拢唔讲话啦，拜托你啦，做一个好人的啦。杨亲啊，你嘛袂记得讲我甲你打赌我输你，我后摆是你的，你甲你牵马的呢。莫安尼啦，讲两句好听的话咧啦。杨元帅，赵凤清，赵先锋虽然是个军令，利用斩首，也毋过伊也是及时赶回，替得岳将身边焚伤，将轻发落。看在赵凤清的金面，赵天贵在，死罪可免。来啊！来，啊入去拍40个大板。是，多谢万岁，多谢万岁。来，来。赵凤清，本岁一时失策，你受委屈了。去甲，遥望元帅，赶紧发兵讨回就军医啊！是，本岁即刻85万的大军，还赵凤清为帅，攻打大龙山。